电话。嗯。歹势，我无伫公司，我无伫公司。啊。我来讲啊，我无伫公司啊。即摆是伫办公的啦，甲你尔，我甲你实啦，我无伫公司啊。啊。我讲我无伫公司啊。啊。甲你尔，我输大钱尔啦，甲你莫烦恼啦。你看，你甲我开讲，我讲输啦毋输啦，安尼有啥物意义啊？啊？安尼毋对啊！你打电话来开讲，啊，甲我讲迄有诶无诶，安尼有意义？啊，无意义吧？我无出去，我吐槽到尾，我无出去意义。你因为你一摆，我遮拢有进。我传我迄个录音档，我传互你，你有啥去做？有啥物代志啊？你听说？我讲，无紧，我讲要饮烧酒会使安怎袂使？但我今仔袂使啉嘛，你来把茶创，袂啉你来把茶，我朋友也报互你啊嘛。这收入2罐嘛，280号嘛。啊。阮来万国遐无？我讲真诶啊。阮来万国。话吼，你有话吼，莫学袂讲哦。无讲真诶，人家你真啊。你真正吼，人家吼，你安怎转咧厝诶吼？厝诶吼，袂晓转去哦，你拢毋知，你空空。你真正莫空空啊！你皮只样啊，我迄边。哎呀，阮来去万国遐好无？万国啥？我毋知呢。万国啥？我毋知呢。我敢知，我敢阿兄呢。哎呀，你安尼学袂来哦，真正学袂来哦。总我学袂来哦。你若这种电话吼，怎么样子？你若讲这种电话吼，要来教来消费迄个讲个有诶无诶吼，真正诶。人家真正我会甲你转我个。我安尼讲个有诶无诶啊，我讲真诶啊。无你即马出来嘛？你即马出来嘛？8折，月收入280号，2罐。无你即马出来嘛？啊？你偌久到？我30分就到。哦，啊，到我请介绍酒，但是我袂啉。我今仔真正袂使啉嘛。我今仔真正袂使啉嘛。你来我嘛做欢迎你啊，真正嘞！你既然你来8折，我嘛互你做安心的、做安全的，我嘛袂讲哦，人今仔出去哦，朋友安尼来8折，互你食亏，无可能的嘛。因为阮做人无法垃圾啊。啊，但是我今仔真正袂使啉。接收2段，280号。接收2段280号。3家吧。8德。3家吗？8德，桃园市8德区。桃园市8德。接收入2段280号。啊，我袂使啉哦，我真正袂使啉哦。你若讲食物件会使哦，饮烧酒我无度。无就我讲朋友甲伊啉。啊。哎 OK 哦。你莫啉好啊。我讲朋友甲伊啉袂啊？来食迄个啥？帝王迄个山羊肉。你即摆有法度开车无？你即摆有法度开车？我车歹去啊，我车歹去。车歹去。我昨车歹去啊。明仔载你有法度来无？我无法度去啊，我无闲啊，我无闲啊。安尼我即摆去，你安排一个酒店互我住，我即摆我睡觉。旅馆啦，酒店。我家己拢住袂去酒店啊，旅馆，迄叫旅馆，迄叫旅馆。
我甲你讲啊，酒吼莫按逐工啉啊。我知影你的兴趣是咧啉烧酒啊。真诶啊，你的感情吼代志吼，虽然你个人的代志啊，可伤重啊，大概因为感情的代志吼，害你博重啊，毋是安尼吗？你这个人的人生中的致命点就是你的感情。你甲我当做朋友。你的感情的代志就是你的致命伤啊！我即摆甲你讲啦，我甲你当做朋友，你甲我当做朋友啦。啊，我毋是讲你来，我请你食姜母啊！啊！我毋是讲你来，我请你食姜母啊！真是？真是，我毋是讲你来，我请你食姜母啊！啊！啊是安尼，我讲你嘛放心，你袂讲你实际来哦来同我互你食开啊时间，甲你说过，你放心，我毋是这种人。哦，你来，我真正无路啉，我请你食姜母啊，迄无要紧，就是安尼嘛。那你讲八地个啦，八地个啦。8折8。啊，接收入2段，280啊。我即摆随时给人家。哦。你等我。给人家你家己留哦，我请你食饭了。啊，给人家。讲我清楚就好啦，我也袂对你安怎啦，我就一个人尔啦。好啦，给人家家己留无，吼。嗯。莫叫人你尔是莫讲你莫教你尔，毋敢过啊，是啊足惊代志。你袂，你自己来，保证你安全，袂甲你当，你放心。哦，我袂甲你当，你放心嘛。啊，我无食酒哦，我无食酒哦，我先讲哦。你莫食啊，不要紧，你莫食不要紧。哦，我最简单嘞，你安排一个饭店互我住就好啦。宾馆啦，迄个宾馆啦，旅社啦。倒位宾馆啦，靠背啊，你尔失败。宾馆啦。宾馆是倒一个宾馆啦。我会去安排困的就对啦，免烦恼啦。你讲净收入了？对啊，2段280啊。等我。客人车钱啊，家己拿无？我无要甲你拿客人车钱哦，先讲哦。哦，不要紧，我等你。嗯，咱若讲请食姜母啊，请食姜母啊，会使，系啊。大家拢是真正诶，拢家己拢有熟识，教你尔毋免安尼听无？我是无咧惊你呢。啊，我讲真诶啊，你搁爱我甲你讲哦，这通电话你敲来，搁甲我露面角，安尼讲一寡社会事，我感觉这通电话已经处理过到哦，真莫名其妙诶哦。是这样呢。安讲是话，你来我请你食姜母啊，哦，我介绍朋友你熟识，啊你放心，哦，你今仔来实际，安静一下，你今仔实际来同，我绝对我袂甲你动手，我惯定的人袂动手，你放心，因为我甲你无啥物交集啦，吼，我惯定的人绝对袂甲动手，我请你食姜母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个人车钱你也家己留无？接收入2段280号。啊，280号。我啥物拢无，你买着传一堆鸡蛋。好，啊，我无要啉烧酒哦，我袂使啉哦。那，还 OK 吧？你无爱啉，啥物无爱啉？我跟阮兄弟袂去啉嘛。我真正袂使啉啊！我无爱骗，我会使啉，我才有啉嘛。是毋是？无你看伊早要啉，就是拢袂使啉。系啊。你要讲真正诶啦，反正我甲你讲啦，你要叫万国兄要扣啥？我讲我拢无差呢，我真正无差。我来讲，我甲你讲。啊，我知影叫国，我毋知啥物叫万国哦，我毋知哦。你讲啥我也听拢无。啊，电话中哦，真正莫讲敲电话来哦，甲你开讲哦，莫讲迄有诶无诶，我讲真诶啊。我即摆是甲你讲，我无差呢，我无差。
叫无差。哦，我讲，你来我听食中午啊？啊，我是要甲你，是要去找你，了解一寡代志安尼尔，我是无差嘞，我无差嘞，我即摆甲你讲，我无差嘞。我知啊，系啊。啊。哎呀，我保证你实际来讲，哦，你你烦恼啥？你实际来讲，我会对你安怎，我管你袂对你安怎啦。我保护你安全啦。我睡觉。桃园八德介寿路2段280号。我睡觉。哦，啊，你上高速路打给我。桃园路八德呀。没有，介寿路2段280号。看一下我衬衫穿几号？年轻人要帮我看那个衬衫，我衬衫穿几号？莫讲你妈紧出门啊！你当初来招我啉烧酒的时阵，我是甲你讲，你当初来招我啉烧酒的时阵，我是足快去。我讲真诶，你要出门无？搁伤晚，我无法度出门啊。我真正早起有代志。我真正我要出门，我明仔载我嘛要做事。我知，安尼你等下啉较少诶。哦，开车讲来食只中午诶，是啊。1533哦。1533哦。你等下啊。